主后2024年4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求主阿乐听受苦者的祈祷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44篇第19到26节。上帝啊，你伫古早，阮的祖先的时所做的代志，阮有亲耳听见。阮的列祖嘛有对阮讲起，你有用你的手赶走列邦来栽培阮的祖先，有降灾祸，互遐民族来互阮的列祖发展。因毋是靠家己的刀剑得到土地，嘛毋是用手骨救家己，是你的正手，你的手骨，你的面会光救因。因为你意爱因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王，求你出命令拯救雅各。阮靠你车倒阮的对敌，阮靠你的名吞踏攻击阮的人。我无倚靠我的弓，我的刀嘛袂救我。你有救阮脱离对敌，互怨恨阮的人失败见效。阮要规日夸口上帝，要永远称赞你的名。毋过现在你放杀阮，互阮受凌辱，你无互阮的军兵斗阵出战，你互阮伫对敌的面前越头逃走，出在怨恨阮的人抢夺。你互阮亲像羊，互人吞食，你甲阮赶散去列邦。你甲你的子民俗俗啊卖，你减有得到甚物利益？你互阮受隔壁国凌辱，互四围的人啼笑讥刺。你互阮伫列邦中做笑亏，互因对阮害头。因为软骂诽谤的人的声，因为对敌甲报怨的人的缘故。阮同日受凌辱，满面见笑。这个拢临到阮，阮也无袂记得你，嘛无违反你的约。阮的心无违背你，阮的脚步无偏离你的路。你竟然甲阮拍倒伫豺狼出入的所在，用死的阴影搭阮。阮也袂记得阮的上帝的名，伸手欢迎别个神明。上帝竟袂看出，伊一定知人心内的秘密。阮因为你的缘故，规日受杀害，人看阮亲像要互人杀的羊。主啊，你着精神，哪枵得困？求你起来，毋通永远放杀阮。你是安怎黄你的面？是安怎袂记得阮所受的压制甲苦难？阮的性命拍伫土粉，巴肚搭伫涂骹。求你起来帮助阮，因为你是主爱，求你救赎阮。求主阿乐听受苦者的祈祷。诗篇42篇到49篇，拢是可拉后裔的诗歌。有关可拉族的记载，上早出现伫民数记16章，因是属伫利未支族，负责管理上帝的帐幕。总是根据民数记26章到10到11节，可拉却会动一群人起来反抗摩西甲亚伦，背叛上帝。因为安尼，互上帝惩罚总共死250人。虽然安尼，上帝也为因留落所剩的人民。可拉的囝无拢死。虽然可拉捌背逆上帝，上帝却互伊的后代子孙存活，互因伫圣灵的体制中负责守卫圣幕的入口。历代志下卷20章第1节到30节记载，有一遍亚捫人
摩押人和以东人联合侵犯犹大国。面对敌军来袭，犹大王约沙法真惊吓，毋过伊要寻求上帝的帮赞，下令全国禁食向上帝祈祷。所以，上帝赐启示，吩咐因毋免惊，因为伊要甲因同在。伫危急时刻，克拉族人扮演重要的角色，因大声欢呼上赞以色列的上帝。当因唱歌学乐的时，上帝就互来犯的敌军溃乱。因亲自经历着，毋免倚靠刀枪，独独倚靠上帝力量，就通打败仇敌。总是今仔日的经文中，身为可拉后裔的诗人却讲：毋过现在你放杀阮，互阮受凌辱。你无甲阮的军兵斗阵出战。诗人观察到现在的情势无阁相像，因伫敌人面前败退，人民甚至遭受屠杀甲放逐。所以诗人伫祈祷中呼求上帝，求上帝醒起来，求上帝记得因的苦难，甲因所受的欺压。2023年10月初7以来，以哈马斯为首的巴勒斯坦武装团体甲以色列军队爆发冲突，使得中东局势提升到高危机的状态。伫双方不断你来我往中间，造成严重死伤。无到2个月，已经造成以色列和加沙地区超过1万人的死亡，其中有袂少是儿童和妇女。根据媒体报道，当地的父母会伫囡仔的小腿声名，以便伫战火四起、炮轰连连、不幸罹难的时，通透过骹腿的名认出身份。当联合国用压倒性多数要求以下停火，以色列断然拒绝，认为国际社会包庇恐怖分子，却毋甲和平守法的以色列徛点共阵营，怒铁这是人类上界黑暗的一日。不论是俄乌战争，还是以哈冲突，这场战争互咱见识到，无论谁的武器强大，谁的部队厉害，谁的策略奏效，拢会造成死伤无数。咱搁较想要知的是，战争伫时才会停止？究竟要有偌济无辜者死亡，战争才会止煞呢？敢讲双方的信仰教导，敢若只有以牙还牙的报复，无悲天悯人的情怀是无？主啊，你着精神，随听所有受苦者的祈祷，互战争早日结束。默想，上主永恒的慈爱，安怎临到受苦的人中间？上主永恒的慈爱，安怎临到受苦的人中间？咱做伙来祈祷，和平的君王，求你赐和平的意念，互冲突双方的领袖，搁互援助物资会当送入受围困之地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